总统府秘书长潘明安今日早起是陪秘书法院长的被提名人张文晶、副院长被提名人姚立明，加强7位大法官的被提名人去拜会立法院的民进党团。拜五的时阵是拜会国民党团甲民众党团。不过，这国民党的立委李安秀是批评这姚立明争议不断，也若是民众党迄边是表示会严格审查。 7个大法官被提名人拜跪拜伫总统府秘书长潘明安的陪伴之下，伊拉拜会立法院民进党团争取支持，包含司法院长被提名人张文晶、副院长被提名人姚立明拢参加，现场气氛是真好。在法律的各种议案上合作经验非常多，所以大家都是老朋友，都是旧事了。 所以互动起来当然非常的和善。聊得还 OK 吗 ？OK， 谢谢哦。周五有信心吗？会见蓝白党团的时候？应该有信心。针对大法官人事案卡掉的被提名人自告会连续拜会国民党团、民众党团，潘明安透露有信心。我需要指出，真侪被提名人是法界拜头前，也是老朋友，希望11月20日的投票表决有好的结果。 那被党团虽然表态欢迎拜会，但过绝对会心好心软。国民党李干秀都点名姚立明，选前的时阵抹黑攻击在野党。赖清德在竞选的总主委竞选期间是抹黑攻击在野党，现在华丽转身成为大法官，成为司法院的副院长。我想，连民进党委员都是看不下去的。针对这一次的大法官的释宪的立场啊，这些新任的大法官。 他们如何解读这一次的宪法释宪嘛？哈，那被立委也出题，国会这款修法实宪案加废止立场，拢会是审查大法官被提名人的重点。另外，立法院2日公布审查柯庆瑜人事案，柯庆瑜院长被提名人周鸿宪讲到这场霸凌案件做出承诺，那得到立宪进兵，会赶紧修法保障公务人员。上任后。 将立即责成院属相关机关，严厉将职场霸凌相关措施提升到法律位阶。周鸿宪表示，同意制定公务人员保障法的反霸凌条款，将霸凌提悬到法律层级，建立友善的职场环境。科委人事同意权会伫12月17日进行投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